续来到台南的七股，台南市政府辅导在地鱼排的业者转型为娱乐的渔业，游客会当来欣赏到适合的美景，嘛会当透过解说员的介绍来了解到七股在地文化生态。台南市七股适合的美景，大家拢知影。这几年来，台南市政府辅导渔民转型为娱乐竹排啊。目前七股到7间业者提供服务，互民众会当坐船沿路欣赏自然的生态。七股西湖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景观，还有可以赏鸟，还有我们很多的水产游客若到七股，除了坐船欣赏美景以外，沿路佫会使了解适合的历史，抑佫有渔村的风貌。在地生产的蚵仔，更加互你食免惊。这个时候来搭乘，我们又有免费来提供这个考科。欣赏美景，佫会当食蚵仔，这值得去体验看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